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8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今仔日的本土病例已经超过着85000人，而且有41个人死亡。指挥中心表示，上届严重时阵还未到，恐惊就是后礼拜。台北市长郭文哲今宣布，台北市的中学小学的后礼拜一礼拜是该线顶上课，新北市的部分是目前无改变。美国国会召开这54年来头一届不幸肺病物体听证会，因也唔敢来保证讲这现象敢是外星人造成的。国内伫今仔日的本土病例已经超过85000人咯，有41个人死亡。指挥中心表示，上届严重的时阵还未到，恐惊就是后礼拜。指挥中心也要来提醒民众，若准这确诊者去写这自主回报系统的资料，一定要正确，卫生单位才有法度刷落去处理。本土新冠疫情各创下新高，单日新增加85310件确诊个案，其中新北市27000多例，台北市12000多例，桃园有9600多例。确诊死亡个案新增加41例，中症增加153人，重症30人。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情长期增加，不过也未到最高峰。我还是觉得这85000还是没有到达我们的最后的顶端的哈，它还是持续在发展一阵子。台湾就是一个一日生活圈。那最后大致上大家的染疫的情况，或或少少都会相同。指挥中心分析，根据健保资料，16礼拜一国内 PCR 采检量来到新高点，有12900多件，阳性率66.7%，甲进程差不多。采检量增加，主要是北部有新设的大型采检站，中南部疫情即嘛较济。看全台湾目前专责病房加负压病房，空床数也有6037床，口服药嘛持续在采买。这个虚伪当然是我们有新购的了哈，那到时候跟大家讲，但我们会尽量把药物到了，我们尽量赶快把它配下去，让大家在开药使用能够更方便。因为快速的用药也是我们这段时间里面重要的一个政策。有台北市议员质疑，双北感染死亡的火化数量甲中央公布的数字未下，认为有算无对的。指挥中心回应，民众处对死亡的定义有一定的规范。指挥中心这边对确诊个案为确诊到死亡，拢按照天数判断。不会有盖牌的问题，好，那当然我们的认定的判定都是非常的严谨来做。那台湾对于 COVID-19 的死亡算是判定，算在各国里面我们算是比较宽松的。另外，对于本土疫情持续欠悬，民众家己降低活动。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看疫情发展比较较早的国家，拢是为对确诊接触者的放零管理，走向确诊者放零管理，到尾再自主管理。台湾目前嘛是往这个方向，一步一步走向甲病毒共存。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若阵厝内有老大人甲囡仔，就千万唔通拍拍去。有大人囡仔拢爱特别较注意。讲到这老大人，若阵确诊，真容易变做是中重症。今下也甲这65岁以上民众快筛阳性当作是确诊的规定开始施行咯。伫高雄调诊所，若阵快筛阳性，就会当直接开这抗病毒药物。另外，台大病院也门诊，若阵快筛阳性，医生会当现场诊断、现场开药啊。另外，这囡仔的确诊人数一直在增加起嚟，台中就囡仔 PCR 采检免热切服务，由大人带去一抓路，会当看医生，也会当开药啊。医师徛伫门口问诊，若评估民众有呼吸道这技术症状，就马上来检查。高雄18启动基层诊所接护方案，一站式服务。65岁以上的老人，伫厝隔离、伫厝检疫，也是自主防疫期检查阳性民众，应直接伫抗病毒药物下药院所看诊，条件符合应开处方，摕到口服抗病毒药物。这除了3类人或65岁以上的长者，他快筛阳我们直接看确诊，我们就。当然，他就是阳性个案，我们就是在外面问诊，他评估说他符不符合给予抗病毒药物。老人一旦确诊，转中重症机会也较悬。为着让老人经由早期的治疗，可以药啊预防重症。除了高雄，台北相关规划，让65岁以上老人快速检查阳性，应就近到医疗院所，请医师评估可以药啊。以台大为例，会分流到一边的问诊进行医用的检查，经过医师人员确认阳性就是确诊，应评估使用非水抗病毒口服药物。当然，这要考虑到病人过去用药的一些病史，那有没有一些风险的情况？那另外有没有一些药物的交互作用？那如果都可以确认，那我们当场就可以给药。
那老人疫情清关，互各地囡仔确诊数也继续增加。台中伫中国医学大学这8大病院互我开设亲子的得来速，以独立动线，互确诊的囡仔甲陪同的家属接受 PCR， 并且问诊互药啊。18早起就真侪人伫排队。90%都是在3天之内症状自己化就会慢慢缓解，所以只有10%有可能会有症状。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家长都能有一个好的家庭医师，好好来跟他们做一个询问。烦恼囡仔确诊，互家长是真烦恼。不过医师认为，大型的病院是需要一道风线，呼吁家长若囡仔确诊，应先甲家庭医师来联络，尽量避免直接甲囡仔带到大病院，来确保大型医疗院所的医疗量能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疫情当咧严重，这学生囡仔也开始点病咯。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日宣布，这台北市的高中、国中、国小对后礼拜开始呢，一礼拜改做山顶上课。不过学校也是会当决定，这学生敢有需要登记学校。另外，国中3年啊，还有高中3年啊，对5月23开始停课到毕业典礼。新北市的部分目前是照常去学校上课。本土疫情要持续咧增加，全台湾已经有超过98000个学生确诊。国家医局疫情高峰，真有可能伫5月底至6月初，这嘛，互学校敢是爱停止实体课程，受到大家关注。既然实务上，你知道哦，我们请防疫假的学生就已经2万人了，所以干脆这样，下个礼拜开始，你知道哦，国小、国中、高中，你知道哦，我们就在实施远距教学。但是这样的哦，有需要到学校来就来。授权每个学校自己决定。台北市校园线顶上课的规划今嘛出来啊，鼓励各校啊、国中、高中5月23至27，这一礼拜用线顶上课。国中3年啊，甲高中3年啊，为5月23开始到毕业典礼前1天，拢用线顶上课。甲台北市的方案来比，新北市目前也是依期现状。新北市从一开始到现在，就采取高风险跟低风险的判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用授权跟弹性的方式来面对，跟家长做好充分的讨论跟沟通。根据学校疫情的变化，各县市停课应用的方式嘛无同款。可比桃园市高中3年的学生，5月14开始停止实体课程1礼拜，学校甲补习班嘛同步采取线顶上课。咱若新竹市甲苗栗县高中3年的学生，是用线顶教学到5月20。另外，高雄部分地区嘛有做调整。那针对短期疫情上升的部分，我们决定从学校跟幼儿园的部分，是从礼拜1到礼拜3，我们全面采行居家远距教学。另外，高雄市教育局进一步表示，各校啊、国中甲高中，许多进前拢会当采取伫咧厝内线顶上课，希望会当甲这波疫情压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当咧增加，台北地区的确诊人数确实有较降，不过这中南部确实有升悬的趋势。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情还未到上界严重时阵，而且咱台湾的是一日生活圈，这北部、南部是袂差伤多。护理人员联络时增加的确诊者，也对资料准备接受关怀甲问诊的天数。高雄确诊者一直在增加，医护人员是无用试试。故是咧读病院，目前都有400个个案，医护人员逐工拢爱打电话关怀甲确诊状况。这类的比例上确实是增加的。那当然我们会看每一位患者的情况啊，他属于是轻症的，我们还是建议他在家里做自主的一个隔离。疫情当地增加，来去进做体检的人嘛变较侪。病院的检验室内底，检验人员无用咧核对规组顶的检体。为5月份开始，每一天平均都要验500件。病院分3批人来轮班，24点钟无休困，透暝做检验。从5月份开始特别明显，我们现在一天大概从白天到晚上到小大夜，大概会一天大概是500多个检体。中央预估，本土疫情会伫未来1礼拜达到高峰。有医师观察这1礼拜南北确诊数的变化，伊认为讲北部有转好的趋势，也若中南部当地的牙悬。18高雄新增加6714例确诊，比前一天增加要2000例，佫创下新高。不过新北市嘛共款日头增加27000多例，台北增加12000多例，拢牙悬了真凶。指挥官陈时中分析，台湾是一日生活圈，感染的风险其实是差不多。也若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讲，高雄确诊人数加悬，是因为体检的量有够。不管是快筛或 PCR， 我们的量能都充足，那检验的频率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会逐步的上升。流行曲线其实要从远来看从大局来看，因为短时间的1-2天的变化不一定能够看到长期的一个趋势。南北疫情接续会安怎变化，目前也无一个定论。不过，确诊人数持续直头增加，加重各地医疗的负担。地方政府甲医疗院所嘛想尽办法，要来扩大医疗的量能，希望会当经过这波疫情高峰期。记者综合报道。厝内若总有这老共症，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讲到咱国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着85000人啊，其中有41个人死亡。这死亡个案当中，上界少岁就是进前伫家人2岁的查甫囡仔，伊染病了后引起急性脑炎，落尾也是救无回来。另外，也有专家认为讲，这疫情和70岁以上的确诊者，因为这照护量能不足，大大增加死亡率，2礼拜内就占了53%。即马疫情当正日，台湾本土确诊人数18超过8万例，死亡的个案增加41例。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在41例死亡的个案内底，40例有慢性病病史，其中20例是无注过疫苗的。超过80岁以上的这个个案的话是有20人，年龄最大的是90多岁那年纪较轻的也有50多岁的2位50多岁的2位分别都有这个肝硬化或是甲状腺方面的一些慢性病史。医疗能量不足产生的照护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的不足，而造成所谓的间接死亡。这样的一个间接死亡，在目前这两个短短的这样的2个礼拜期间，大概占了53%，这个呢不容忽视。公卫学者分析，疫情致使70岁以上的死亡率，因为照护的量能无够等等的因素大幅度来增加。另外，今年已经累计有6个重症的儿童患者，是8个月至8岁囡仔，内底有2例死亡，包括家人2岁查甫囡仔，感染了后并发急性的脑炎，不幸死亡。那这2位这个死亡的个案的小朋友都是因为并发这个脑炎的关系那后续有出现败血性休克或器官衰竭的一个情形。看到他第一次就是热痉挛的时候，我们也就马上就是请我爸开车的时候送他到部立医院，也不像是那媒体上面说的是救护车送去医院的。所以是你们自己开去医院的，对不对？是我爸开车载我们去的。这个查甫囡仔的老爸讲出规个送病院的过程，嘛反映出医疗量能已经真暗的情形。指挥中心有讲，确诊的医护人员甲照护人员会当请因倒转来斗3工，为4月7日至5月17，拢总已经有240个人员倒转来斗3工。有时候自己稍微有点症状，他或许顾及到其他同仁的上班的辛苦、民众的照顾，有时候真的是还是忍着病痛在上班。面对疫情，在上前线医护人员骹手是真欠缺。医师工会全联会是招100外基层的同仁去社区体检站斗骹手，嘛斗做各大间病院采检的工作，来消透医疗量能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乌日林森病院有一位物理治疗师，伊确诊有经过隔离，这7天期满了后解除隔离，不过伊快筛阳性，由原来上班引起争议。病院表示讲，一切拢是遵照着中央甲台中市政府卫生局规定。不过台中市政府今日刷8回讲，建议这个治疗师爱伫咧处理休困，一直到快筛阴性才来上班。不过这地方甲中央的讲法却是倒背吧。物理治疗师当地协助患者复健，拢有挂喙安遵守防疫规定。毋过有民众投诉，乌日林森病院复健中心有一个理疗师确诊，16解隔离期满，隔工17自主快筛阳性，到尾也是倒来病院上班，烦恼会造成感染的风险。院方回应，依照中央的规定，医疗人员确诊解隔离会当倒来工作。因确诊而进行隔离的医疗工作人员，那他依照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确诊个案处置以及解除隔离治疗条件而解除隔离者，就可以返回工作。所以，我们这位同仁在5月17号已经符合解除隔离的
时间期间之后返回医院工作是符合中央的规定的。这些确诊个案事实上隔离7天，应该已经把它的传染期、传染力已经大幅的压低到这个很低的一个情形的话，是一个属于户外活动对于其他人并没有造成传染的风险。医方阁提台中卫生局5月7日的函文，理疗师该隔离了后，中会这场是符合规定。中央也表示，确诊者隔离了后，无需要过快筛，就会当中会这场也是校园。不过台中市政府18防疫记者会上所建议，该隔离若是过快筛阳性民众，上好也是伫厝的休困，甲中央的指引无同。有极少数的人呢，在解隔离之后快筛仍然是阳性。那在这边呢，建议呢这些民众、这些朋友可以在家多多休息几天哈。我们建议仍然是以不到校或者是不上班为宜哈，建议还是要快筛阴性之后再返回职场。劳工局强调，确诊劳工该隔离了后，雇主袂当拒绝登记工作的请求。来做对劳工要求袂使出勤，爱护工资。如快筛阳性，而且身体不适，能可请普通伤病假、特别休假或事假，出勤有所依律，而要求劳工不要出勤，应属雇主受领劳务辞员，能应发给工资。确诊者该隔离了后快筛阳性，是不是应该登记工作？中央甲地方政府看法无同。疫情转好前，类似状况恐惊会持续困扰劳资双方。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越来越严重，这诈骗的内容也对着疫情在咧变化。台中市警方接到民众检举，讲网络顶头咧有人伫咧卖这新冠病毒的口服药啊，甚至还佫平时面佫较俗的快筛试剂，有人钱花去了后，却无收到货，才知影讲家己去互骗去啊。看到广告写讲新冠口服特效药，赶要就市有89%机会治会好，佫通降低住院甲死亡率，限量1万盒，佫免运费。民众落地大了，煞是收到踢废纸的空盒仔。另外，佫有面册卖快筛广告，讲一盒5支卖450，民众掠做趁着好康，结果是收到2个水管啊。翻头要去看业者的广告已经找无，疫情大滚价，诈骗的手段直变化。台中警方最近就陆续接到民众检举，民众检举有不肖的诈骗集团，透过一页式的广告贩卖新冠肺炎的特效药，那连接到假网站，诱骗民众来购买。那民众事后却收到一纸塞满废纸的一个空盒子。台中市府表示，卖物件若甲网络顶标示无同，除了涉嫌刑法的诈欺罪，另外药品甲医疗器材嘛袂使凊彩放去网络卖。若无会照医疗器材管理法，上当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连带1000万以下罚金。若佫无摕到医疗器材业者资格者，通佫加罚3万至100万。在购买医疗器材时，一定要看清楚产品外包装是否载明医疗器材许可证字号及品名等中文标示，并在使用时详阅产品说明书。警提醒，这种网络顶雄雄跳一下出来诈骗广告，通常干有留电子批甲通讯软体号码，无留公司的住址甲电话，价钱嘛袂甲比市场价真济。网络说明甲插图拢画甲真凊彩，品质真粗，画佫用简体字。万一若收到甲标示无同的产品，应当紧甲送回业者反映，而且紧卡配上带顶悬的寄出电话，紧办理退货。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继续一个滚价，影响到餐厅店家的生意。经济部即马推出餐饮业行销补助，伫6月15进前，业者通好申请行销的补助，上济会当到5成。不过，真侪店家也拢讲，这是看有食无啥路用。立委也呼吁经济部直接补助会较贵去。疫情持续伫个滚价，伫个店面食饭的民众是减真济，严重影响餐饮业的生意。经济部为了减少做食业者受到疫情的冲击，宣布开办餐饮业行销补助。做食业者伫6月15进前，若是提出优惠促销，或者是行销广告，就会当补助5成。有开发票的店头，上济会当补助10万块；若要开统一发票的是2万块。不过有部分小食店认为讲，申请的流程真复杂，所以意愿并无悬。要什么方案我们也不知道啊，对啊，我们也不会写啊，对啊。哎呀，我觉得我是不会去申请的。直接补贴也许会好一点，因为我们都有营业登记，都有商灯，那为什么还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复杂，所以我们年纪大不想麻烦了。
民进党立委早起举行记者会，替小食店发声。因认为讲经济部推出的餐饮业行销补助，看落敢若袂歹，不过这欠缺行销资源的细间店头，恐惊是看有食无。呼吁经济部直接发现金补贴，较直直直路。你如果是小吃店，你会花4万去行销吗？然后跟经济部申请2万元吗？这真的是很困难，你可能看不得到吃不到。我们希望第一个钱要花在刀口上，第二个要让如何有需要的人拿到这个经济部实质的补助。针对这点，经济部回应讲，这届推出的补助是希望会当振兴，还有协助做起来店头会当转型。用行销补助的这个方式，我们是希望协助餐饮业者，他能够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就是在跟疫情共存的这个情况之下，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就是维持它一定的客流量。经济部表示，去年经济部提出纾困方案，确实是救急的补助政策。今年疫情甲去年无同款，即马是要甲病毒共存。记者综合报道。2022巴西听障奥运第15举行闭幕典礼，台湾队有缘有21名染疫的人员呢留伫当地，目前返来台湾有55个人，其中有10人确诊，其中一位选手去互安排咧住伫集中检疫所。不过，这位选手伫网络顶头表示，军营的集中检疫所眠床真定，洗清躯干会当洗5分钟，无度好好休困。认为政府对待这国家代表队的选手，应该爱好好照顾才是。巴西听学结束，咱代表团得到2金7银8的铜牌，总奖牌数日平顶一届纪录。不过当地防疫正令，到18暗时6点，也是有24个人留伫当地，其中21个人是感染的队职员，回国55人有10个确诊。落地采检阳性的8人分别送去宜兰甲新化的检疫所，伫宜兰的一检所是县平营指挥部。用手拍面床帮传出真大声，一个14带入去宜兰一检所的选手讲，面床真定，真歹困，而且要洗身躯，烧水敢若提供5分钟。睡也睡不好，我这几天洗澡基本上都是5分钟左右，它就会变冷水。所以像我昨天晚上，我就几乎是沐浴乳、洗发精、洗面膜都来不及。这个选手感谢这届听障体协对选手的用心照顾，毋过无了解是安怎回国确诊，互人安排住伫遮，根本无法度好好休困。因为政府对出国比赛的选手会当有更较好的照顾，可以再更好。我们出去比赛一定会有染疫的风险，那比完回来确诊了，可是我们却要住在这种地方。体育署表示，选手前一暝已经伫群组反映，虽然2遍甲指挥中心联络，不过18全国本土案例来到85000多例，防疫真无用，无得到回应，再去分别敲电话去2间检疫所，请到3天。送餐的过程有一些，不是很周详。热水的部分，他说，如果我们选手有些什么需求的话，可以提出来，他们在这个范围能力做得到的，他们会尽量去协助我们的选手。指挥中心表示，会搁甲体育署来了解，因为剩24个人会分做3阵回国。体育署讲会提供名单甲航班，予指挥中心，予选手协助甲关怀。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东方航空 MU5735 航班过3月时阵发生事故，这飞机顶头132个人全部不幸往生。目前这件事故正在调查。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17引用美国官员初步评估，讲这架飞机呢，伫咧发生事故时阵有漏一个乌鸦落来。根据这资料显示，认定是有人故意害飞机摔落来，才出现讲这飞机直直冲向地面的状态。伫咧这报道当中呢，有人讲飞机伫咧发生意外进前是直直冲落来，不过美国初步调查无发现讲是机械或者是飞行控制有问题，才有可能是人为因素害飞机摔落来。目前中国拢看不到这件消息，而且中国官方也拢无向媒体透露任何资讯。美国国会召开这54年来头一届的不明飞行物体听证会，2名国防情报官员表示，过去这20年来出现不明飞行物的通报有大大增加，也真侪拢是政府无法度解说的，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因也唔敢讲这奇怪现象，敢是因为外星人造成的。Has observed a spherical object, and as they fly by it, they take a video. You see
It looks reflective in this video, somewhat reflective, and it quickly passes by the cockpit. 美国海军一架 F-18战机去年伫训练的时阵，翕到一粒圆圆的物件，为驾驶的窗仔边飞过。这个真神秘的现象，国防部嘛无法度来解说。根据去年政府的报告，从2004年以来，美军的飞行员观测到140多件不明的飞行物，或者是不明空中的现象，也就是 UAP。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布瑞17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小组听证会表示，新成立的国防部任务小组有登记到这类不明的事件，已经增加到400件。布瑞表示，通报看到不明飞行物的数量有增加，是因为军方想要消除相关的事件，防作恶的情形，所以鼓励飞行员做通报。嘛，因为科技愈来愈进步，不明的现象会当利用科技来厘清。亲像海军英国伫美国西岸翕到空中有几个三角形的物件咧死，真侪年了后才证实，这是甲当地无人机的系统有关系。这个三角形是因为光线透过夜视镜，去互单镜反光卡梅拉记录落来的结果。不过有的也是找无答案。We have not had a collision. We've had at least 11 near misses, though. 不明的空中现象可能会影响飞安，甚至是国家安全。这场美国半世纪以来头一场有关不明飞行物公开听证会，伫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反情报、甲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举行。除了安全的议题，两个国防官员讲话是真谨慎。因讲毋捌试过去甲不明的飞行物沟通，嘛无相关的证据，所以袂去假设推测因是为别个星球来的。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印度和巴基斯坦最近受到热浪影响，当日减水，农作物受到冲击。巴基斯坦就专家烦恼讲，这收成减少会造成饥荒。不过，伫咧印度的东北部，却是伫咧落大水雨，落甲变做是水灾啊！大雨甲路淹了，这村庄四界拢是水，有村民冒险受水捡物件，非常危险。印度东北阿萨姆地区拜二落大水雨，造成部分的村庄和大水拢淹了，对外交通被切断。伫政府紧急救援队到位进前，当地民众只好家己开抢轮船，甲村民救出来。हाँ पानी तो बहुत ज़्यादा बढ़ रहा है अभी हर घंटा में पानी बहुत स्पीड बढ़ रहा है अभी उसमें यानी गानीमुख और बिन्ना खंदी डेकोरा उसमें बहुत मन फंसा हुआ है अभी भी。印度东北部落大水雨成灾，不过其他所在却是真热，可化无水，爆发欠水危机。对新德里到中部城市普帕尔，真侪民众每天拢爱灌水来过日子。यहाँ पे 6-7 दिन हो गए पानी नहीं आ रहा, बिल्कुल पानी नहीं आ रहा। मतलब बीच में थोड़ा सा आया था, एकदम गंदा पानी आया था, जो किसी काम का नहीं था पानी。相关的情形也发生在隔壁巴基斯坦东部地区，高温可化造成当地一寡河甲湖拢干了，毋但人类无水通用，农作物也有动物也受到冲击。伫信德省沿看一寡绿岛四界找水啉，伫当地农民所种的柠檬也有山野、辣椒这作物，毋是拢打起就是袂大，严重影响这个收成。अब जैसे हमारी मिर्च थी 3 साल के अंदर अंदर जो 80% पूरे मुल्क का पैदा करता था, आज अगर 3 साल पहले जो थी उसका आज इस करंट ईयर का मैं बता रहा हूँ कि 20% भी मैं ज़्यादा कह रहा हूँ, इससे भी कम है। लेकिन जो लगाई है लोगों ने उसको भी इस तरीके से अभी ट्रांसप्लांट किया है मिर्च को कि पता नहीं होगी या नहीं होगी। 环保人士烦恼，2年前非洲南部发生严重的可化，造成动物大量来死亡，囡仔要巴肚无法度读册，噩梦真可能伫巴基斯坦来发生。इस वक्त मुआश इसका लाइवलीहुड और इस वक्त लाइफ थ्रेटनिंग सिचुएशन क्रिएट हो रही है, इमर्ज कर रही है। अगर इसको इसी वक्त नहीं एड्रेस किया गया तो ये बहुत बड़ा एक डिलेमा की शक्ल में आ सकती है। आपने मुख्तलिफ जगहों पे फेमीन का नाम सुना होगा, कहत होता रहा है। जैसे अभी हमने कोविड से हम निकले हैं और अब हम कहत में चले जाएं तो ये बहुत ज़्यादा खतरनाक हो। 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瑞典甲芬兰伫进前决定要申请加入北约组织，这也代表着后面军事同盟对抗罗西亚的战线会当甲向北边增加。不过罗西亚确实无伫咧惊吓，因为总统普京强调，芬兰甲瑞典加入北约对罗西亚根本就无啥影响。
冷战时代以来，都分别保持中立的瑞典甲芬兰。伫2014年，也就是顶一届乌克兰危机了后，因为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积极参加北约的演习甲会议。其他欧美国家也陆见两国强化甲北约的交流。不过，两国伫2022年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前，也敢若维持北约的友伴地位。因为乌克兰境内战局的演变，瑞典甲芬兰调野支持加入北约的声音变大。友伴甲会员上界大的差别，就是会员国有共同防御的规定，友伴都无。换一句话讲，一旦俄罗斯比照乌克兰对邻国芬兰、瑞典下手，等于是甲北约全体敌对。俄罗斯长久以来都认为北约向东边扩张是安保真大威胁，不过除了维持西北方芬兰边界驻军，也甲四周围陆海空联合的演习，一直无其他军事动作。所以芬兰、瑞典加盟北约，欧美预定俄罗斯一定会有激烈的反应。不过进前出席会议的俄罗斯总统普廷讲话时阵，看到嘛是老神在在。И поэтому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с расширение за счет этих стран для России не создается. Но расширение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на эту территорию,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зовет нашу ответную реакцию. И какой она будет, мы будем смотреть, исходя из тех угроз, которые нам будут создаваться. 俄罗斯除了本土面对西方的驻军，也有一个面临迫害的领土加里宁格勒。嘛有陆海空三军驻守，也会当炸核弹射停到迫害周边各北约会员国的地停飞弹 SS-26。金融时报分析指出，芬兰、瑞典伫表面加入北约进程，真侪界强调未同意伫家己的国内部署北约的协助武器，也未同意拨土地设北约的军事基地，结果就是参加北约的联合军演，这原来是俄罗斯未够强烈反对，甚至表示会当拥稳的原因。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WHO 特别召开会议啊，有13个国家向 WHO 提案，要求因着允准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O。美国国务院是搁再强调挺台湾出席的立场，就连无设代表处的罗马尼亚，也是头一届有国会机关公开支持台湾参与 WHO。感谢台湾斗3天，国际成员台湾参与 WHO 愈来愈多，由台湾自奥地利、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波兰这代表处组成的多脑合连线，就受到袂少的支持。多名友台议员挑工录制影片，就连伫当地无设代表处的罗马尼亚，拢头一摆有国会议员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与 WHO。 Taiwan is helping many worldwide and can do even more. I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那欧洲议员强烈的支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收到13个提案，要求允准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O。美国是不是提案国之一？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无正面来答复，不过，再强烈支持世卫邀请台湾来出席。 Well, we strongly advocate for the WHO to invite Taiwan to participate as an observer and lend its expertise to the solution-seeking discussions at the 75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scheduled for this month. We believe that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as an observer would exemplify the WHO's commitments. WHO 离即要召开世卫组织法律顾问所罗门讲，要求台湾参与的提案已经被收来啊。下日头一天暗头啊讨论是毋是列入议程补充项目，可望在23世卫大会第2天做出决定。对此，外交部表示感谢，并且搁再出请世卫秉持中立、专业的原则，正视台湾参与 WHO 也有 WHO 的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美国加州的教会咧发生枪杀案，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台湾的长老教会和台湾教授协会今仔日做伙召开记者会，谴责暴力，也呼吁政府着爱检查来自中国的统派团体补助，也爱禁止因入境。美国检察官已经表示，这枪杀案的凶手周文伟会用谋杀等罪名来解起诉。若准这起诉罪名成立，法院上当会当判告死刑。 台
大家亚头向15，伫咧美国南加州甘关台湾基督教会勇敢用肉体当枪子牺牲性命的陈达志医师表达上深的敬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总干事甲台湾教授协会代表等人伫咧台北济南教会开记者会，谴责暴力。今仔日爱指责的，毋是个人，是咧讲这个暴力，这个行为。赢过暴力，爱看起愿望。台湾人伫外国，因为伊要受到大使馆的保护，所以常常受到这中国人的欺负。其实美国的主流社会已经高度在重视的啦，因为它引发的效应不只是在政治，而且包括在各个层面、社区族群所有的层面当中都已经影响到了大教会也提出5大诉求，呼吁外交部禁止中国统一促进党的成员入境，全面清查统派团体补助，阻止境外势力，也爱减办暴力行为。行政院、立法院应该加速立法，对外国代理人危害台湾的民主自由，应该加以防范，赶快把条文拟好，来加速维护我们台湾的安全。这件枪击案，美国向政治动机、仇恨攻击来调查。当局检察官也表示，枪击案的凶手周文伟会以谋杀等罪起诉，真若罪名成立，法院上档会当判死刑。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民进党今仔日征调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参选桃园市长，和本地有意愿参选的卢玉玲和罗志强是真无欢喜。国民党中央甲张善政表示，会赶紧甲因两个人直接。若民进党的部分是因为疫情变严重，会等候疫情稳定了后，再来决定要派啥人选桃园市长。牵张善政的手，大声发动选。捌做过2任桃园县长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讲，伊比啥物人拢更加希望张善政会当选调桃园市长。朱立伦甲伊学老讲，伊有科技甲产业的背景，捌做过行政院长，阁捌甲韩国瑜做伙参选正副总统，是上届适合的人选。嘛特别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我先谢谢，包括吕玉玲同志，包括罗志祥同志，我要拜托所有的党员同志，民进党希望看到我们乱，希望大家都能够团结起来，让桃园赢。不过，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承认讲，党中央事先无甲因联络，立玉玲发新闻稿讲，无法度接受这种雄雄宣布的方式。朱立伦甲党中央爱有一个会当互人接受的讲法，也若后一步还阁当伫谨慎来思考。另外，罗志强是伫咧人面前讲，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伊是惊一跳，心内感觉是真复杂。人的心是肉做的，伊无想要伫这个时阵当作无代志共款，伊需要安静一段时间，好好来思考。也若黄建庭表示，原本国民党是想要等民进党提名了后才阁讲，不过地方基层是感觉真烦恼，所以得到张善政同意要接受定调提名了后，就决定公开这个消息。张善政讲，会赶紧拜会李玉玲甲罗志强。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最诚恳的心，向他们虚心请教，希望他们能够助我一臂之力。针对国民党派出院长级的人选，桃园市长郑文灿讲，民进党嘛会派出上届有力头的人出来选。更多的重要的人才投入桃园市长选举，基本上对桃园是好事。民进党的阵营也一定会推出最好、最强的候选人。事实上，进前民进党秘书长林锡尧都已经讲，包括台北、新北、桃园这3个所在，因为疫情长期来的关系，会等到疫情较长好了后，才决定要出来竞争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防疫保险单的理赔争议吵袂煞，毋但有业者针对民众中好投保行为表示要退保，甚至有风声讲，甲确诊者带做伙投保民众，若准以风声注满3档，佮选3+4的在家隔离方案，业者也无要赔。今仔日保险业的工会团体甲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要求金管会要用行动来保护客户的权益。国内防疫保单的理赔争议不断，有民众接到投保的保险公司通知，针对中伏投保防疫险的行为，会来甲退保。市场嘛传出有业者表示，即摆已经实施确诊者的同住者0+7免居家隔离，若有民众选择3+4居家隔离方案，会检查接种疫苗的记录，若注满3档预防下就无要赔。
我收进来以后，我的核保规定突然改变，要收件的时候，你就要应该跟客户讲清楚啊。保险公司今年收进去的件还没有核保的，我们希望都要核保通过。理赔的程序上面，金管会能够拿出魄力。保险业务联合总工会嘛，伫17发声明，挺保护的权益，谴责拒绝核保的业者。在场的立法委员是批评主管机关金管会，这期金管会对保险业者拢无保。已经完整承保，你不能事后再跟他说退保费，这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们昨天已经有要求业者一定要依照这个规定0+7的那个居家那个隔离的部分，或3+4这个部分，他资料上传，他拿到这个开立的整个隔离这边就是一个证据啦。你不能再去要求说人家还要去看你的小黄卡。在场立委批评保险公司即马是无甲金管会看伫眼内，要求金管会莫阁对业者道德可肯，要有实际作为来处罚。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国内有诈骗集团锁定到新加坡中国民众，甲因骗信用卡、甲银联卡的个人资料，透过白手机啊，或者是制造一张假卡片，去到连锁的咖啡店买商品，再甲这商品摕去咧网络顶头卖掉当现金。这1年外所赚的乌心钱大约是10万。警方目前已经抓到5名嫌犯，还佫有2个人走去杜拜，目前等咧调查。来星巴克买毋是咖啡，是伫柜台前甲店员讲，敢若要突达点数，摕这张卡片结束。雄雄看甲一般信用卡无虾米差，毋过这张其实是假的卡片，互人透露去的对象是新加坡人。他会去购买这样的一个白卡，这白卡就是有10条的，然后再经由这个电脑将这个它的一个卡片资讯从这个刷卡机里面去复制完之后，再进行一个打印的动作，之后再进行到这个卡面的一个印制。警方发现台湾有假卡集团锁定新加坡中国民众，发送钓鱼感情甲连结，通知对方包裹检到所在，要伫指定的网站先付费，才会当重新寄送。有登记等包裹的民众无怀疑输入信用卡的资料，集团得到卡号了后，白手机支付，也是制造假卡，去星巴克投入突达点数，也是购买商品，再个透过网络平台用真实的介绍转卖变现啊！1年外被害者100多人，不法扫掉我要1000万。一方面，它这个变现的速度比较快，好脱手。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民生用品的刷比较不会起疑，更在这个咖啡公司优惠期间，变本加厉的盗刷，1周可刷100万元。因为有被害人发现信用卡使用无正常，向当地警方报案。新加坡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通报咱刑事局，规个案件因为咧别空，抓到5个嫌犯，依照诈欺洗钱这罪嫌移送地检署。不过警方表示，还佫有2个嫌犯已经走去杜拜，当专列伫对峙。记者综合报道。政府继续伫咧防治非洲猪隻病毒入侵，边境要检查包裹袂当有猪肉制品。不过，农委会防检局所发现讲，这违法的猪肉制品继续用包裹的方式寄到台湾，而且即摆也宣布讲，对5月20开始，若准对非洲猪隻疫区，亲像是中国、越南、泰国一寡国家寄物件入来，就先重罚，而且先甲你罚20万。相当爱罚100万块，和民众对非洲猪隻疫区查猪肉制品入境的案件是明显来减少。不过，经由邮包也是快递寄到国内案件，依然是常常发生。3月有人对泰国寄灌肠到台中，4、5月也有人对中国寄规地的槟榔牌甲灌肠到台北，拢验出非洲猪隻阳性。防检局公告，5月20开始，寄收这物件爱采罚。就不会买这些猪肉制品？不会。你知道不能买？我知道，对。然后食品这方面我也不太信任那边的食安。不会，因为台湾有猪肉很好吃，因为不能带嘛，就可以不寄就不行了。对，所以你们都知道不能寄过来。防检局解释，有早违规的猪肉制品的国际邮包甲快递，一般无多罚寄的人，所以讲对输入民这边来解决。若是民众甲国外业者来落订单，也是请亲戚朋友寄过来，就是输入人。经过这调查访谈确认，收件的人确实属有输入人。头一摆罚20万，第2摆罚100万。会去做一个访谈。那如果说你承认这个是你特别请国外的亲朋好友或是国外的厂商寄进来的，那这个就是违反我们的规定。防检局指出，这违规对疫区输入的猪肉制品的民众，以后台湾的饲猪产业暴露在真大风险之下，可能袂听才决定推出重罚。若是有民众挑工对国外
买这物件寄互别人，即要是收件的人，事先毋知讲内底有这物件就袂发咯。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订立做部行文化资产的南管新金主剧团，主要伫咧推广高架戏。除了伫有校园巡演，也亲入社区教课。亲像伫中华着几落个社区课程，真侪社区妈妈一学就是10多年。才做剧团固定演出调来这资源的固定班底，也斗3工来传承这项戏剧。但细米，以我打点走，水。爱落落去打。对老师调整脚步姿势，中华南北馆音乐戏剧馆上高架戏的社区妈妈，普遍拢5、60岁啊，但音乐是真认真咧学。伊甲你讲到这个包进入回来，你这是一半是真惊吓吼，包进，目睭瞪大你一个。我拢冇咧困啊，剧本拢冇咧困，真正年纪愈来愈大，你。硬背咱是无法度，所以咱是爱吼，就是慢慢啊安尼看。每一个人做认真的，所以伊伊当家我分互因的剧本吼，人因拢做暗号、做记号，到倒位停，到倒位安那。一本册是画甲密密麻麻啦，因若摕来我看，我无法度通看，因为伊画甲安尼我看无啊。南管新金主剧团自民国100年开始，伫社区推广高架戏，嘛因为少年辈有学习意愿的人少，所以其实内底学员拢有年岁啊。虽然因但是嘛拢无基础，搁加因为高架戏真侪专场腔、分音等等，声调搁悬，学了真辛苦。毋过真侪人要是坚持到达。老师在唱啊，听老师在讲啊，而且那个词就很美，嘿，听。虽然不会唱，就跟着哼，然后就一直学到现在啊。有社区妈妈讲，练久感觉高架戏词足水的，加上这种戏足罕见，因拢真有使命感。即马这寡社区妈妈嘛正做剧团的班底，除了伫校园巡演，嘛对咧推广高架戏的文化，为传承斗骹手。记者林李玉凯综合报道。新竹县竹东的小女上艺术园区，早前是画家小女上大的所在，总共有5栋日本式的建筑物，吸引不少游客穿日本衫来遮翕相。最近园区当咧展览这画家的水彩作品，也搁展览出伊日常生活用品。今礼拜充满日本风格的小女上艺术园区，为出去到日本，当中5栋建筑，去民众专工穿日本和服来遮翕相。因为这2-3年大家不能出去的时候呢，来这边呢都是一个日式的宿舍，所以走到这边穿着浴衣，让我好像秒到日本去旅游的感觉。园区现在呢，在每一年也就是会配合小老师的诞辰，然后来做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在整年度呢，在园区里面都有安排了每个节日不同的活动的展出。小女上是台湾重要的前辈画家，作品以水彩风景为主。早期在当地学校教画图，培养后辈受到当地人尊重。园区内除了展出老师的作品以外，还有过去所使用的画图工具、甲日常生活用品。萧如松老师呢是1922年出生，他是在大正11年出生，然后呢他是台湾美术史上第2期非常重要的一位水彩画家，在园区里面啊，经常可以看到萧老师的学生回到园区来，然后他们带着一个很敬畏的心情，来很骄傲的跟我们说，我是萧老师的学生。对日本时代到今保留落来建筑，加上满园花木，每一个所在拢充满艺术气氛。其中部分空间，目前嘛提供社区民众上美术相关课程，希望让画家的艺术精神继续传承落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双田的白莲雾是台南新市的特产，不过因为都市开发，这白莲雾的数量无应过遐尼多。今年加上气温起起落落，造成白莲雾开花数量并应过减2成。地书保育白莲雾这条路是真恶行。一个花，毋过无偌久就会开花结果，这是台南新市的特产白莲雾。白莲雾是台湾的原生种，摘起来酸甜，阁有微微芳气。毋过，今年受天气的影响，白莲雾开花数量比往年阁减2成，地书产量可能会较少。天灾的影响啦，你不过讲山野研究嘛是拢总无开出来嘛，莲雾有影响，老长今年可能歹开啊。
阮顾这吼，拢还有开，有开减开了，伫咧2成至3成。进北领部10几栋的地明堂讲，古早时代大家拢会伫门口埕进北领部，毋过因为都市开发，真侪人为着起厝，都甲北领部树扑掉，产量就愈来愈少。因为北领部定定着虫，种作较复杂。开花了后，经过2-3个月才会生甲大粒搁好食。这培育北领部的过程是真辛苦。开花出来，甲要包的，甲会当包开，当时将近头要到2个月，要搁采收就爱留伫咧3个月。咱花抹出来，甲要采收头3个月以上就对啦。毋管透风落雨，也是日头请炎炎，地明堂拢坚持爱甲品质上好的白莲雾种出来，为着就是要保存这个古早味，甲台南新市的传统产业继续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的民政局中正鼓励学生参加科学展览，投入真侪资源，协助学生自由研究，互因伫咧今年的屏东县的科展总共摕到24个奖项，也连续13摆摕到团体总冠军。然后呢，你要想办法用骑士的走路方法来把它交换位置。那交换位置呢，就是要想办法，就是比较烧脑的地方。详细讲解研究的成果，讲甲真有班。这阵囡仔是屏东民政局中的学生，表现在大趣味的研究项目，说明也真有理路，互因参加今年屏东县的科学展览，摕到上好的成绩。我们上次探讨磁极对面包虫的影响。我们这次想要探讨的是磁极大小对面包虫的影响，看会有什么差异。有时候6日，还有时候社团课，有时候下课时间、午休时间，反正学生就要自己找出时间，只要他有空的时间，老师都在办公室等着他。民政局中鼓励学生参加科展，只要有兴趣，就当自由来投入研究。老师也尽力来协助指导。这届民政局中摕到数学科、化学科、生物科甲生活应用科学4项第1名。布袋它的保冰还有保温的效果，超越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保冰还有保温的制品。还有防撞的实验中，布袋的防撞的效果超越了塑胶泡泡。民政局中这届参加科展，总共摕到24个奖项，也摕到连续第13摆的团体总冠军。若是正做这寡学生的骄傲，也是以后继续打拼学习研究的动力。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讲到明仔载南方云系线上北，台湾南部、东半部抑个各地头的山区会落地阵雨，或者是雷公雨。东半部地区咧，这雨会落较粗。一若偏乌、金门、马祖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2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5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